支镰刀啦，明仔才要治啦。母啊，你嘛较好心嘞！迄汤厂迄炒甘蔗迄工人迄摊我才母煞尔。我即马甲朋友约好啊，我啥换好啊是要。哎呦，阿海呀，啊你毋想讲吼，恁相囝啊，逐工吼爱食药爱开钱，你嘛较骨力一个。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啊，拍一支镰刀是趁到偌济啦？阿勇也来啦。阿勇因兜咧闹咧，我叫伊转去啦，后日就转来。母啊，你叫水表摕药别人创啦，我要出来。无咯，阿海啊！哦，妙。阿母，互我试看觅。你敢会晓诶？会。啊是安怎？你毋是会晓诶啊？无啦，我又无说你。真头哦，较紧诶哦，吼。秋莲啊，我今仔日吼，甲恁哥摕去互迄个金水伯啊，金水伯吼，学老讲，恁阿海啊，哦，即摆遐尼骨啊，拍遐尼紧啊。啊，你安怎应？我就甲伊讲，是啊，阮阿海即摆改诚济啊。哎呀，毋过，是安怎是？大阿海啊，都啉啊水茫茫啊外口呢入来啊，金水伯后来我直直看。是哦。后壁啊，我甲骗讲，这是阿勇拍的啦。金水伯也是安怎讲？伊也无讲啥物嘢啦，伊就吼，敢若吼，迄支镰刀安尼，直直看啦，头壳安尼直向着，哦，不乖哦，看会出来，迄有差有差。秋兰啊，我看你哦，有天分哦。你就较骨力嘞，甲阮阿海啊吼，学功夫，吼。我会啦。安尼上好。阿母。安怎？你敢有甲金水伯啊收钱？有啊，摕来几仙钱，互母也食一个点心是安怎？毋甘收无？是啥物物件来遐吵啦？有通啊倒去嫌臭，嫌臭就去偷钱做事啦。哪有头家亲像你这款的啦？做一工水几礼拜。你莫当作讲你拍一支镰刀，安尼就交甲爬上壁呢？不要跑，别跑！你袂一款名声去拍歹了呢？查某人无智无性。迄拍你也足粗重的呢，迄只拍会带来伤呢。这够着内伤哦！那你规台南的拍铁师，毋就拢骨头拍骨啊？敢若剩你一个。靠腰啊！休困一下，安尼母仔囝轮流踮啊吵。我来存2块啦，顶工互你的钱嘞。啊，就顶个欠药房的，啊，搁有甲阿囝家的新药啊，就甲他存遐个。肯，这2块汗菜刀嘛无够。对啦，囡仔的死活拢无要紧啦，你啉酒上要紧啦。来啦，这是剩的啦，你拢摕去啉啦，看啉了是一口出团。阿辉，你是不是转来啊？刚丢连休2天啊，我就想讲转来看看。阿母，你来啦？
唔係啦，無要緊啦，阿嬷家先食，攏無甜呢。你來啦，嬷，唔好啦，你來啦，母，唔係啦，阿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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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喘了了？我有劲，要去别墅。路边庄脚无洗字，跋一顿唔食呢。阿爸，爸爸行。这里。阿公，你甲阿母伫遮讲话，我去做电话。辉啊，记得卡一寡米，互恁阿母摕转去。好，唔免啦，唔免啦。无要紧啦，手兰来，遐济。遮济工啊，你啊头一摆转来，都互你看到我在流气。手兰啊，你迄个妈妈囝仔即马安怎？有较好无？嘛是共款，拢袂叮当，嘛袂冰冰。这小儿巴鼻吼，无有医啦。我也听杨阿公，你啊为着要买药啊，安尼日啊操命操，才敢扛会起。秀兰，你安尼是加忝的，加艰苦家己的啦。阿爸，你讲的我拢知影，也不过，你讲我放的莫管，我做袂到，我无法度目睭紧紧，看家己的后生一世人倒伫面床顶，我做袂到。阿爸，我真是做袂到。秀兰，你也是要甲较早共款，安尼毋认输。我雄雄去想着，你甲安尼遮毋死心吼，有一位即个高家，你会用甲试看卖？高家？迄拄我会记得我有一个结拜小弟啦，到到4、5岁啊，还阁袂惊袂走袂叮当啦。阮姊嘛吼，咱用这味啊互食，食到尾啊吼，爱爬树啊，爱去共偷翻扒啦了。真是的，阿爸，高家是安怎做的？生做啥款哈？我是听伊讲是用规副的即个胶骨啊，落去控控甲变胶啦。高骨？我敢若知影安尼啦尔哩。阿嬷转来啊，你赶紧走，伫咧外口讲话。阿爸，咱等我先来啊吼。秀兰，对，米毋着摕转去。唔免啦，爸。秀兰，高家我是无啦，米还有一挂啦。你若毋摕去吼，就表示看我即个老的无对。阿母，阿爸，咱等我先来啊。多谢。秀兰，那用吼，卡只来甲我开咖啡。
像溪水不回头。心花啊，母亲花，可比母亲阿海，你敢知影高家？口家。哟，你捌听讲口家无？狗狗，淡仔狗我捌听过啦。啊，你问口家要创？嘿，你是毋通讲为着相叫，搁要买啥物狗家哦？你嘛较歹个。啊，规个药房的药啊，你搬了了，还搁无够遐，啊，搁想要买狗家来谈？嘿，即个家无互你母啊破产，你毋甘愿就对。我敢怎开钱哦，拢比你去买酒较赢啦。你即摆讲啥？啊？好啊好啊，坐咧啦坐咧啦，食饭皇帝大摆咱紧性地啦，紧食紧食。讲啦，你哪能看啦？唉。是吧？是啊，你先来。你看落彩，是毋是阮大兄搁咧采兄弟？这你莫插伊，阮大兄搁是我上知。咱火有成碰碰烟，啊过就好啊，莫插伊啊。我毋是伫想起恁大兄啦。哦，是，这狗家吼，咱较食歹买呢。我出去就守咧探听，无人知影要倒去买。知影高家有可能会当医好上紧的脚，煞毋知要去对买。毋知影天公伯也是伫甲我讲耍笑，还是伫甲我折磨，互我一个希望，煞互我看会着，听会着。你妈呢？安尼我是外头也真艰苦。歹势啊，互你安尼替我伫咧走走。是啊，你毋通安尼讲，咱嘛是共一家口仔对。是啊，这狗狗吼，咱啊真稀奇，这介绍可能无俗哦。我嘛是安尼想。是啊，我遮一罐两三了，你摕去到餐厅，甲先去弄买药啊。唔通啊！哇，你收起来，咱讲的我是先去阿姐，到餐厅用刀呀，对无？多谢。阿三啊！无啊，你是伫创啥？啊有钱摕互别人开，袂晓摕互你某开哦。啊是吧？咱阿嫂是要买狗甲无够钱，啊我摕淡薄仔到餐厅，你哪有啥货啦？啊无你是头壳歹去哦。啊有钱袂晓家己开，我通互你开酒店哦。你莫甲阿三还价啦。敢遮尔？拄则我看阮阿三哦，摕偌济钱互你，拢囥喺你了底底啦，迄出来啦。无啦，毋是哦，这我的啦，啊这拢是啦，含我啦。我的啦，啊着叫阮阿三互你的含我的，这是我的啦，这是要甲我捡要我的钱啦。哎呦，免你过好心啦，你是甲有犯病呢。啊人家是阿嫂的无毋对啊，伊迄钱是要甲囡仔买药的呢。啊你点点啦，我敢毋知晓啦。再来啥咯？我甲我拢爱去啦。哎是。糟糕，咱这庄口所在吼，较无人咧卖哦，可能爱去台南才有。安尼哦，毋知影介绍是毋是真贵？无俗哦。这狗狗吼，
平常时是咧食保精神助元气的。要是讲你这个囡仔要食安尼，上好是莫买便的。是安怎讲呢？因为狗仔你若买便的，较会乌白掺一寡物件，成分就较袂遐纯。若讲咱要食迄个重筋骨，哦，固筋的，啊有咱较勇的，上好咱是安尼家己控，效果才会好。那安尼是要安怎控呢？大先哦，你爱先穿一口这个鼎，愈大骹愈好。刷落去，咱交骨一支一支甲放到鼎底，啊火袂使去互花去哦。过来千万就是讲鼎罐毋通拍开起来看，安尼连续你爱控7天。7天哦。嗯。啊，那安尼我毋着爱先买交骨，啊，毋知你遮有卖交骨无？我遮吼啊，都连狗家都无咧卖啊，哪有可能卖甲交骨啊？我应该去对买哈。无啥知影呢。咱的一场梦，可比亲像开水不回头。咱的一段情花，起来！起来！慢点啦，慢点啦。我问你，你搞啥物啊？放假啦。放啥物假？啊？啊，前几工才问讲什么？交家啦。吼，对，交假。啊，这么最近搁咧问什么？交什么死骨头？哈？哦，这摆规中州人哦，看到我阿海啊，拢问讲阿海啊，恁某安尼掠狗是掠有啊无？我阿海啊，也无去拍查某，你掠什么狗？哈？阿海啊，这个面子哦，你安尼真扫落地，哼！使啦，慢点啦，慢点啦。我甲你讲哦。从今以后哦，你若搁甲问什么，我不准你甲问什么死骨头，哈，啊若无哦，那无安怎？我甲你讲，为着相景也好，就算甲我的骹骨割好长，我用白马白出去问啦。啊！你愈来愈有惊你白，啊！你别绝对靠你甲你以后，使呀，使，慢点，慢点。我若无甲你以后就慢点啦，行啦，行啦。你别甲你干事，行啦，行啦，走啦，好你白无面子，行啦，行啦，慢点啦，好啦，好啦。使，我甲插手内底困啊啦。哎，若每一届啉酒醉拢嘛安尼，你莫后白想啦吼。唉，使有影，啊，你讲要治交骨了？是啊。我有一个换贴的，伊伫咧开山产店啊，毋知影伊遐有爱无咧？你若毋量早讲啦，你紧带我去啊！你迄新年安尼，搁较远我嘛爱去。